大家好，本期視頻介紹客家話佬其他漢語方言歌、教同韻嘅地理分布格局。為人培養任客家話屬於歌、教冇同韻嘅類型，佔了最大多數。歌讀歌，教讀教。歷史歸納客家話幾乎都係歌、教同韻，都讀歌。同類型嘅客家話還包括惠州地區嘅豐順、大埔、蕉嶺、平仁、為人北埔、一中一北、一里北嘅新豐、清新等人士。潮汕地區嘅吉里客家話，台灣地區嘅苗族土三人士，也係歌、教同韻讀歌。桂北地區嘅榕水、羅山等地，歌、教同韻讀歌嘅其他漢語方言包括閩東地區福州、寧德、福建、福安、潮南、平南、合浦、古田、閩清、閩口、連江、長樂、福清等地區。廣東嘅金方言、潮客話、安徽嘅徽方言、祁門話、上海嘅中原官話、黃人話、老西南話。其他地方也有無數嘅方言歌、教同韻，但係讀音冇係哦。好嘅，地區歌、教同韻嘅情況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觀看，下期視頻再見。